祝各位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1月2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，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启示。1月7日。咱咧讲到主显节的时阵，已经使用到这个英文字叫做 revealed。这个字是咧讲到显开，互人会当明白上帝旨意的恩典。上帝透过真侪人使用真侪的方法来启示，互人明白上帝伊家己的权柄甲旨意。咱拢知影撒母耳的老母汉娜原本是无多生育的人，虽然伊的先生伊利加那疼伊，并无因为汉娜无囝来气杀伊，颠倒搁较爱伊。但是汉娜并无因为安尼就来感觉满足因为呢，伊利加那的这个细姨比尼娜，伊一直咧刺激汉娜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，记载着这段的故事，提到着几个人物。当然，重要的是汉娜甲上帝的关系。上帝怎样用生育的应允来显露伊家己的权能，也亲像汉娜为着囝所号的名撒母耳的意思，就是讲。伊是我上帝所祈求的。有一个人叫做伊利加那，伊住伫以法莲山区苏弗宗族得大的拉玛。伊是以法莲人苏弗的元孙，托付的干仔孙，伊利户的孙，亚罗罕的囝。伊利加那有2个某，一个叫做汉娜，一个叫做比尼娜。比尼娜有囝，汉娜无囝。伊利加那同年对伊的本城去到第示罗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佮对伊献祭。伊哩2个囝何弗尼甲费哈尼伫遐做上主的祭司。伊利加那逐遍献祭，拢分献祭的肉，互伊的某比尼娜甲伊的囝查某囝各一份。毋过伊利加那互汉娜较好份额，因为伊疼汉娜。可惜上主互伊无生囝，因为上主互伊无生囝，伊做对头的比尼娜不时来激伊，互伊硬心。这款代志逐年在发生。逐遍汉娜上去上主厝的时，比尼娜照常安尼来激伊，伊就低靠，食袂落饭。伊的丈夫伊利加那甲伊讲：汉娜，你是安怎地好？是安怎毋食？是安怎地伤心？我减无比10个囝较好吗？因伫示罗啉食了后，汉娜就起来。迄时祭司伊哩坐伫上主的殿门条边伫坐位，汉娜的心艰苦，对上主祈求，直直流目屎。汉娜下愿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你若真正关心你的女婢的苦情，眷顾我，无袂记得你的女婢，赐你的女婢一个后生，我要甲伊一世人献付上主，拢袂甲伊剃头。汉娜对上主祈祷无停，伊哩注意看到伊的喙，汉娜静静祈求，只有喙唇震动无出声，所以伊哩想讲伊是酒醉。伊哩甲伊讲：你要醉偌久，毋通阁啉啦。汉娜应讲：先生，我无地醉，我是一个真伤心的查某人。薄酒厚酒拢无啉，不过是在对上主吐出苦情。毋通看你的女婢做歹查某，就祈祷无停。
因为真怨叹心艰苦。伊哩因讲你平安得能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予你。安那讲，愿你的奴婢对你得到恩惠。安那倒去食饱了后，就无搁忧头甲面。隔日搁真早就起来，敬畏上主了后，就倒去因伫拉玛的厝。伊哩敢若甲哈娜同房，上主会记得哈娜。哈娜就怀孕，到时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，意思是讲，伊是我对上主求来的。受竞选成做外邦使徒的保罗，伫咧社会互加拿大地区的基督徒时，嘛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这就是伊所传的，毋是人所想出来。伊个较毋是别人来学的，毋是对人所领受的，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启示的。上帝透过真侪人、真侪支伊的方式来显露家己，无需要人来捏造，亲像哈娜，亲像撒拉，也亲像保罗家己，互主的光照着，来改变伊的性命，成做福音的使者。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24节，保罗安尼见证讲：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传的福音，毋是人想出来。这个福音我毋是对人领受，嘛毋是对人学习，是对耶稣基督来启示。恁已经有听见我以前做犹太教导的时所行所做。我偌年啊极力来迫害上主的教会，要彻底甲伊毁灭。我比同一辈的犹太人搁较积极来趁犹太教规，搁较热心遵守祖先的传统。毋过对上帝的恩典，我还袂出世，伊就决定甲我分别出来，搁选调我，对我启示伊的囝，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。我拢无甲人请教，嘛无像耶路撒冷去见遐个比我较先去做使徒的人。我虽然去阿拉伯，然后搁倒转去大马士革3年了后，我才去耶路撒冷来拜访彼得，甲伊住15日。主的兄弟雅各以外，其他的使徒我拢无见着。我所写的拢是事实，伫上帝面前我无讲白贼。后来我去叙利亚甲基利家境内逐所在，当时犹太地区正教会信徒拢毋捌我，因只有听着别人讲，迄个以前迫害咱的人，现在伫传伊过去想要毁灭的信仰。因就是因为我归荣光互上帝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得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得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绊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着发动战争，我也有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，互我的头夜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帝。感谢上主上帝赏赐圣神帮助我明白你的旨意。感谢上帝亲自阮来启示你家己，互阮会通领受着你的同在甲保守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